前后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3个本土病例，一个大病入境的病例，阁有一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除非有出现大型的群聚感染，若无病例数应该差不多就是安尼。若搁较好，病例数就会继续降低。陈时中嘛宣布讲，医护人员、机组人员甲有新的负责人4礼拜就会使去做第2档莫德纳预防射，若其他人是要等10礼拜到12礼拜。另外，上新的消息是，预防射的登记平台伫昨昏下晡5点收单结算，有284万8千多人去登记，有6成的人是经要做莫德纳预防射。即马新冠本土疫情稳定，8月12新增加23个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伫新北市10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9例，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甲台中市是拢1例，而且新增加一个死亡的个案。基本整体在3级的警戒，CT 值也连续3周都低于1，所以在预估未来的案件数，除非有特别大的一个群聚，那否则应该是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确诊的案例数，那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持续的减少这些相关的案件数。为着赶紧提升做第1档疫苗比率，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马开始调整莫德纳做第2档的时程。除了第1类医事人员，各一航空机组员，还佫有新的负责人做第2档莫德纳疫苗。依期爱让至少28天了后来做以外，其他的对象是拢调整做至少爱隔10礼拜至12礼拜，而且第2档的疫苗，原则上是无开放人咧做。根据它的供应量，那还有相关的一些科学的证据，都显露10到12周效果并没有比较差。那所以在 ACIP 的会议第4次的临时会，做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即马疫苗小连续送到位，做疫苗意愿登记平台，目前有6成的民众选择莫德纳，也那2个牌子拢愿意做的有100多万人。但市长表示，无排除会继续开放，予50岁以下的民众来预约登记。未来3礼拜拢是做 AZ 疫苗，上近16就会当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对今日开始会当小看放令未解封，台南市的夜市站就大型开放做生意啊。台南市政府是表示，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定，挂嘴暗袂使现食，也是哪行哪食。若有夜市昨昏原本是爱有300担，毋过昨暗敢若有100多担出来做生意。入场爱实名制，工作人员伫咧边仔量体温、喷酒精，互民众消毒。全台湾13开始未解封，台南市的夜市12暗就开始营业，固定伫8月营业的台东夜市，有真侪单讲，有1、2个月无做生意紧出来谈。就是很期待，然后又怕受伤害的那种感觉。今天人没有出来啦。因为今天来逛的不多啦。有啊，差很多，少很多摊。真的、啊？对。然后人潮嘞？人潮也少很多啊。以前就走路慢慢走了。对啊，现在随便走啊，现在都可以通。看到什么就冲过去。好吃的鸭肉油饭哦，现蒸现炒的哦。虽然人无多，但游玩热情伫咧化卖。夜市管委会讲，本来300多台台东夜市，只敢100多台营业。是因为袂当伫咧内面食，担心生意歹。摊贩的数量差不多1/3而已，而客人的话不到1成。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现在就是防疫的关系嘛，疫情的关系、防疫的关系，而禁止内用。管委会讲，业者拢有配合3打1套，甲维持1公尺半的安全距离，也不时放送提醒民众注暗挂好。我们也引入了 AI 智慧这样的一个辨识系统，那所以就会听到广播这部分，如果有人把口罩拿下来，就会推荐这样的广播，来提醒大家，要把口罩戴上。市府强调，业者就要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民众也要全程挂嘴暗。现场禁止伫咧内面食，也袂使哪行哪食。只敢来当早走，若是违规的人会依法罚3000到15000，夜市若被查到3遍违规，就要停业1礼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积电甲鸿海的永龄基金会拢已经买到 BNT 的预防射，计总共1000万吨，要捐予咱政府。目前嘛已经甲德国的 BNT 药厂签约啊。行政院是表示，即个买预防射符合原厂制造、原厂标头，直接送来台湾这3项原则。另外，行政院嘛讲，明年甲后年，咱政府拢会买1500万吨的莫德纳预防射。
台积电甲鸿海杂志透早发布信息，美国捐500万剂 BNT 疫苗互卫福部，表示 BNT 疫苗买到啊。行政21点半开记者会，感谢因出钱出力，建立公司协力的合作模式。关键的半个月，为6月18正以成立专案开始，一直到7月11下晡4点 BNT 完成签署，暗时11点指挥中心完成关键契约签署定书。政府决定由 CDC 就是疾管署负责本专案的输入核准及取得 EUA 的紧急授权的事项，也决定给予原厂合理的免责条款。行政发言人罗秉成强调，这版疫苗完全符合原厂制造、原厂标签、第三台湾等3原则，用色甲期待，而且拢是无偿捐予政府，由中央统筹运用。英联鸿海台积电发表联合声明，佮透露，按算上紧9月底应送到台湾。爱努力催疫苗到货时间甲数量。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表示，克服疫情挑战会变更较强韧。鸿海董事长刘永辉全权委托郭台铭主动协商。另外，主席基金会采配进度，罗秉成表示，会顺台积电、鸿海模式办理，预计应该用减少时间完成目标。也佮特别澄清政府主动 BNT 疫苗的无实在谣言。卡在政府，这个讲法很卡通。既不真实，又不公平。台积电甲鸿海1000万剂 BNT 疫苗有新的进展，为台湾疫苗供应组织一支强心针。伊佫宣布已经加码，明年、后年至少各1500万剂次世代莫德纳疫苗。我们已经跟相关的一些大厂也都有做了一些联系跟讨论那目前以大家在谈到这个，我们进行的速度是比较快。行政强调，若今年有未到货 BNT 疫苗，会要规划伫明年做疫苗计划。总统府也发声明肯定各方努力，互专案顺利推动。欧尚有关有确保疫苗供应的品质，甲时停这无形的工作要做，希望大家共同拍拼，互后续工作顺利。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美国在地协会台北办事处新的处长孙晓雅，伫昨暗到咱台湾准备要接任。孙晓雅到桃园机场的时，伊是挂印 “Hello 台湾”这字的喙暗，也毋过伊并无发表讲话。孙晓雅是美国国务院前亚太组副总卿，嘛是 AIT 从1979年以来头一个查某的处长。伊会遵守咱台湾的防疫规定，先居家检疫14天，自主健康管理7天，期满了后才会正式上任。镜头来印度即摆是雨季，嘛伫透得弹雷公，传出有68人互雷公卡死，其中有一寡人是咧翕相的时互雷公卡着。搜救人员出动无人机，查看是毋是抑有人不爱互城河内面，希望会当找到即寡留伫咧现场危险的主人。迄当阵落雨，至少有30个人正伫咧拉贾斯坦邦斋普尔市被列做世界遗产的火碧堡瞭望台。尾下雨愈落愈大，有人入去避雨，有人抑搁伫咧外口看风暴，稍互雷公卡着。कई लोगों ने वहाँ हमारे सामने दम तोड़ा। अगर कई लोगों को वहाँ मदद मिल जाती, समय पे सब लोग पहुँच जाते, प्रशासन के लोग हम नीचे लेके आए कई लोगों को。迄当阵有一寡人甲后壁的风暴伫咧翕相，雷公煞雄雄卡落来，有一寡人是随毋知影人，有一寡是身躯疼甲赶紧走。कुल 11 लोगों की मौतें हुई, 10 लोग करीब अभी अस्पताल में भर्ती हैं। 印度每年6月到9月是雨季，常常有雷公死难。当局讲，伫过去一礼拜六甲礼拜2天，附近的北园邦就42个人互雷公卡死，大部分拢是伫咧田内面种植。中央邦有11个人互雷公卡死。印度气象局警告讲，未来2天也会定定弹雷公，也讲1990年初期到昨晚，印度互雷公卡死的事件增加30%到40%。气候危机是原因之一。2018年，南部的安德拉邦就发生伫13点钟久内记录到36749遍弹雷公。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辑。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小热，紫外线嘛真强，过大了后是爱细日西北风。咱来看温度。今日因为水气较高，天气较无稳定，过大了后对流嘛较旺，山区西半部受影响的范围嘛较大。台东、恒春半岛受东南风影响，不时拢会落雨。若无落雨的时，天气是高温小热。伫宜兰、台东、高雄、台南、屏东拢有到高温的警示。
另外，气象局嘛有针对新竹发布大雾的特报。若明仔受低压的影响，会小可变天，水汽会变较济。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阵雨，西半部过大了后有西北雨，有的所在雨嘛较粗。这款天气会维持到后礼拜一。天气小热，有人会走去耍水，毋过即卖疫情期间，三级警戒安尼做是违法的。昨昏有10个人小酒去屏东的来义乡去水场耍水，传出有2个查甫人渡水死亡。警方表示，这10个人内底，佫有一个是高雄市消防局的中队长，伊违反防疫规定，即卖这个人屏东县政府拢要罚。消防人员落去水内面救人，不过27岁姓吴甲35岁姓柯的2个查甫人，被救起来时阵拢已经无喘气心跳。屏东县消防局12下昼接到报案。高雄有一寡人伫咧网络顶烧酒，去屏东的来义乡鸳鸯瀑布耍水，所发生渡水意外。于17点10分接触患者，患者肢体僵硬且无呼吸脉搏，已明显死亡。于22点35分送达指挥站，将患者交由警方及家属处理。鸳鸯瀑布自咱台北山庄附近的停车场到耍水的所在，约过行2点钟，而且前几天落大雨，当地溪水正错流。香港所要采白亚禁止耍水，疫情期间要加强巡逻抗堵，无对外开放。一方面是很危险，二方面呢，现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开放，而且疫情期间这个如果要上山的话，那个地方是要申请入山证，那么可见他们也没有申请入山证就进去了。疫情期间，8个大人2个囡仔，总共10个人烧酒耍水。警方依法开单，一罚6万以上30万以下。对于民众违反室外群聚的行为，本分局已依《传染病防治法》举发，移送卫生局裁罚，令溺毙民众依规定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相验。2位死者遗体暗时10点外运落山，警方将相关人员带回去做笔录，报请检察官验尸处理。代志发生原因也搁伫咧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 ，APEC 领导人16要举行一场临时的视讯会议，要讨论亚太地区安怎引领疫情甲经济。咱总统府的发言人士表示，咱台湾的代表人选已经在规划啊，若是有确定，就会正式对外说明。来关心中国时报，3级警戒大影响劳动市场。主计总处公布5月份封城的员工总数是811万9千人，比4月份减5万2千人，平均的月级是4万2863块，减0.75%，这拢是创下同期比较减上济纪录。来关心自由时报，对今日开始会当小可解除封锁啊，游乐区、国家风景区关55天了后，即马会使开放啊。国内的旅游嘛会当开放9个人以下会当出团啊。不过即马国内敢若澎湖有假条件开放会使伫店内食物件，旅游出团要去倒位食饭，即马是一大问题。观光局是表示讲，假使若是安尼，恐惊敢若会使伫饭店的房间食饭啊。来关心，从今日开始会使部分解除封锁，也毋过是有假条件嘛爱管制人数。有的游乐园、风景区拢爱先登记，只是讲嘛是有人会惊讲安尼疫情敢会阁举起来，所以有一寡民众是认为讲先唔好放任较好。原本休热应该真闹热昆庭大街，因为疫情未少店家就关门，暗过13特别未解封，已经停业将近2个月。昆庭大街夜市也决定伫16重新摆搭，限制人流上限1500人，确保防疫安全。摊位跟摊位之中还有保持1.5公尺的距离，这个是中央规定安全距离。那再来，我们现在登记的有220摊，那我们会协调。另外，要重新开放的屏东海参馆第一摆用线顶注文，爱伫入馆前1天先注文。另外，高雄期待游乐园也主动降载人数，只开放限定户外游乐设施，加定点的游行表演。核定我们最高的人数是最大容留是6000人，那我们还会再以更高规格的方式来降载，我们会以6000人的1/4
大概就是1500人左右来做人流的控管。廖台东的东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大管制站只开放特些车会降载进入的车辆数。国家风景区有条件开放，不过亲像地上的波浪大道甲大埔池顶维持无要开放，因为未解封细节真济，互人唔知要如何是好。台东县政府呼吁中央制定统一的通行进程，在还没有完全降为0之前呢，其实都有必要可以作为身份安全认证的一个机制。也有嘉义阿里山当地也患了尤其伤过济的地区疫情拓开。疫苗施打不够，让村民又爱又怕被伤害。餐厅不能内用啊！你说纯粹来这边度假的，应该我想是没有几个人，也都是抱着说来这边避难。未解封规定是真复杂，加上国内疫情也未清零，后备足业者希望降日期搁开放，不过也惊无生理无法度生活，对未解封陷入矛盾的情绪。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8700万例，死亡人数有40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9例，24例。目前咱台计共是15273例。中国病例是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51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7万例。来关心根据英国的研究，欧洲杯卡球比赛期间，球迷拢关注咧看比赛。地区苏格兰的确定病例有增加，而且是查甫侪过查某。那伫比利时是发现一个90岁的老阿嬷，去为着2款变种病毒，伊5天内就过身去啊。比利时一名90岁妇女人毋捌做过新冠疫苗，伫今年3月接到了后就医，经过病院体检是阳性确诊，想未到病情突然严重，妇女人伫确诊了后5天死亡。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妇女人呼吸道同时为着英国的 Alpha 甲南非的贝塔变种病毒。虽然目前无法度确定相同变种敢是加速病情恶化主因，也毋过变种病毒共存，恐惊互疫情增加更加侪变数。2020欧洲国家杯结束，今年拢总有8场比赛，伫伦敦温布利球场举行，场外甲酒吧也组织未少球迷观赛。不过，即马一项伦敦帝国大学研究指出，欧国杯是造成即摆英国疫情继续升悬的主因。Prevalence in men was higher than in women. We haven't really seen that before, and it was seen in Scotland also a couple of weeks back. And so we do think that. We know that indoor mixing and close contact with other people is the way that the virus gets spread. 较正率男性冠过女性，比赛举办期间，英格兰地区平均170人就有一个人着病，这也比过去的数代悬出4倍。这研究认为，啉酒狂欢大大庆祝加速病毒传播，疫情恐怕伫未来几礼拜出现反复。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Delta variant and other variants that could emerge and threaten recovery. We are a connected global economy. What happen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affects all other countries.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去意大利威尼斯出席20个集团 G20 会议，经过德尔塔变种病毒继续拓开，将冲击疫后的经济复苏。尤其即马各国做疫苗的进度无同，耶伦呼吁各国应该同齐协力，快速让全球7成人口完成注疫苗。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中国的西南部最近进入雨季，重庆附近的上大雨已经连续几若天，这真侪所在要做大水。另外，伫北京嘛出现30年来上界严重的晴光雨，有700个航班互取消，部分的高铁路段关起来，河北受过路人摸树仔，避免互大水冲去。四川重庆最近几天拢落大雨，附近德州市湾河边的工人镇，规排社区的厝看起来真危险。当地居民盼冷雨赶紧清理积水。
今天早上雨一度，洪峰一过，马上我们又组织队员，马上进行清理。根据报道，当地巴河加长江顶楼的嘉陵港等几落条河，水位拢超过淡水的境界，有一寡所在出现50年来上大的大水。大河也造成300栋厝倒塌，有一寡路因为山区的土石下来未通，12万人受影响，有6200多位居民已经紧急疏散到安全的所在。伫中景市一寡所在，大河过了，规拢淹水，路未通。华北地区也受极端天气影响，北京自礼拜一头开始落了30年来上大的暴雨。造成当地陆空交通大乱，拜日有超过700台驾驶航班取消。北京通往哈尔滨的部分高铁也无开，所谓幼稚园、中小学全部拢停课，户外体育活动也全部取消。包括河北省会石家庄也受大雨的侵袭，地方当局甲一寡观光景点封起，疏散旅客。河北武安市也落大雨做大水，马路顶有一个影片，是一个人摸伫咧一丛树仔等人救。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世界卫生组织昨昏开山顶会议的时，讲 Delta 变种病毒会正做主流的病毒株，建议预防者无共厂牌唔通揽咧做。来关心美国的食品药管理局决定伫矫正预防者顶面要加建议。提醒讲，做煞遇到罕见严重神经疾病风险会增加。来关心韩国的疫情真热辣，首尔甲附近的所在要加严防疫措施。即马是规定下暗6点了后，禁止超过2个人的聚会。若这帮嘛要停止比赛，要停1个月。镜头，倒来咱国内来关心东京奥运7月23日要开幕。即届咱台湾队28个运动项目有摕到66个参赛资格，比顶2届奥运也搁较济。体育署是表示，即届应该有机会会当拼出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刚好因为疫情延后1年，下届普信固定摕到资格选手继续备战，爱抢积分的评估了后做好防护，出国征战。东京奥运开幕进前15天，体育署正式公告，野球、练射箭、乒乓、田径、射击、羽球、体操、普信固定18运动种类有60来个选手摕到参赛资格。伫基础3大项体操、游泳甲田径拢有选手一列，证明台湾体育实力提升。终于可以达到自己就是满意的成绩，然后去参赛，然后希望可以在奥运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是希望自己可以挤进前3，然后在场上的时候发挥得非常好。乒乓混双第一摆伫奥运登场，大会第3种子，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林汾竹甲第1种，拢希望摕到奖牌。这次奥运是第一个比赛项目是混双。是先开始比赛，所以我还是会希望在混双上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打一个看门红吧。都会想拿，但是还是应该希望混双可以拿到，因为它也是第一个打的项目嘛。那如果能打好的话，后面也会状态也会更好一些。郭幸存目前是59斤级，亚季天气加综合世界纪录保持人是金牌指标。羽球世界球后戴资颖，空手道的文朱云也是前金大热门。阿妈王祖、李志凯、保庆奎、林玉婷甲陈念琴，射箭女团拢有大牌实力。射箭总教练林正贤佮讲，中华队早就无强陷阱。是很开心，就是说我跟雅婷还有嘉恩，就是重新又回到了奥运赛场上。那会很希望说可以再次携手，然后去挑战我们12年没有达到的一个目标。以超过顶一届1金2铜为目标，向着世上好纪录来拍拼。然后1年东京奥运就是要办啦，只单伫赛场拼输赢。每个人都是台湾之光，一起努力，一起努力，一起成为中华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本土病例新增加23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017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所在包括新北市有6657例，台北市是4686例，
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33例，苗栗547例，基隆309例，彰化269例，台中是201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死亡个案，目前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273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017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自早起上新的数字。来关心台北市的信义区有公务处加建了后，变做几间套房去睡人，结果呢是造成7个厝骹驾驶的接触者去围着。另外，伫信义区的永利市场嘛，传出有一个大头家确诊，所以市场即马爱休3天大消毒。伫信义区真下巷仔内永利市场，由封锁线禁止入去，只有9个打饭的小型市场，有一个打饭确诊了后，11开始休市3天。他们礼拜一都休止。对。会有点担心吗？还好，因为自己做好保护就好了。打饭16人，楼顶住户6人，里顶已经注册。10日开始到真来病院体检 PCR， 因为这甲市府进行烈日热区的富林街市场甲永春市场只有1公里，也让附近的住户烦恼疫情是不是摊开。市场所有相关人员的进出货里面的住户，所有的人，我们都去做 PCR 筛检。等到 PCR 筛检阴性全出来的话，报告出来的话，我们才会让永利市场来继续营业。因为确诊者第一时间隐瞒造成疫调困难，调电信资料甲监视器画面才确诊，这确诊者就是伫永利市场卖菜打饭，紧急安排精准疫调甲免费体检。这一位妇人，她其实第一时间真的没有说实话。我们花了1天2天的时间，她的说法是她先生有去华南市场批货，然后她自己没有去过，但她先生目前是阴性，还是在居家隔离。同款伫信义区发现分租套房加户感染，有11人确诊，市府调查总共3个加户感染，其中1个是3人感染，另外2件分别各有2个人，总共7个人因为分租套房造成加户感染。7人。然后有匡列了31位居家隔离的对象，那有2个是所谓的分租套房。那分租套房的部分，他们其实平常没有什么往来，所以我们也担心说他不是在家户里面，也可能在外面。市府表示，信义区分租套房加户传染，目前不是疫区，也肯定顶一摆护林专案大规模体检，对找出暗中确诊者有一定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北市昨昏嘛有10个人确诊，这是台北捷运的清洁人员为着了后，登去处理引起家庭内的群聚感染。那中央即摆已经宣布讲，从今日开始会当小可解除封锁。也毋过，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讲，中央甲地方一定爱先讲好，才会当避免争议。台湾疫情转好，也毋过新北市10日增加10人确诊，是全台上济。有5人甲台北市有关，代志注意是，捌在清洁工顶置着病，为福家人，引起新增家庭群聚。即马疫情扩散，包括清洁工的后生，为福集场同事，伊的孙也为福2名朋友，累计10人着病。从7月9号到7月10号，总共有7个确诊，孙子又传给他的朋友，在7月12号、7月11号又有2个朋友确诊，其中他的儿子跟有一个同事在义凤宫7月12号确诊。第13未解封，台北将开放电影院，甲新北无共调，侯友宜将目标指向中央，强调中央达成一致性，就会当避免争议。地方政府大家几乎一致性的看法，跟中央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大家还是采取更低度的活动。中央统计全台疫苗存的量相北上济，新北市也阁有31.2万人。副市长刘和田无安尼认为，强调新北市有着4位注疫苗，讲疫苗存的量无意义。所以目前新北市剩余的数量里面是包括要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第1类到第5类，以及中央负责全权规划进行的第7类专业人员。所以目前有3种人员
在近期里面都还持续在施打。10月12日启动5个大型注射站，后续期也是在注射进行，也毋过注射地点防止其偏僻，不利长者前往。卫生局表示，前期注射站增加到31个，病院也扩展到36间，诊所有262间。另外，第3阶段疫苗开放65岁以上长者有约，目前已经有约92456人，有约率79.6%。后续期再三的发声，鼓励长者出门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甲新竹昨昏嘛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台中这个确定病例是一个客运车司机，伊咧排班，即马接触过的人客，即马市政府正在追踪。另外，新竹市的个案是台积电的员工，伊是捌坐客运登台北。台积电即马嘛正式讲，因有3个员工确诊，目前会对其他的员工做体检。大门口。环保局人员详细清扫地点，就伫中山医大附设病院的急诊室头前。台中市12增加一个确诊，就是伫遮排班的68岁计程车司机，11采检确诊了后，病情倒转做重症。因为他住院之后，就症状很快速的变恶化，那现在已经进到加护病房，变成重症。那目前血氧下降，也目前还没有插管，但也有可能随时会有这个需要。台中市卫生局考虑10个接触者居家隔离，已经有9人阴性，1人单台结果当中，根据疫调，这司机为6月15号出现症状，期间家己买药看医生，拢无较好。7月11采检确诊，这段期间继续再去。卫生局也调实验室资料，目前考虑12个先去。另外，伫新竹市也出现一个确诊的个案，是一名伫科技工厂的员工。他都是规律的从宿舍，然后到他所在的这个公司来工作。礼拜5下班之后，就会搭乘这个豪泰客运到台北。林志坚表示，这个案的行踪遍布新竹县市甲台北，捌伫7月初2、初92天坐客运回来台北。目前已经考虑18接触者居家隔离，也呼吁26个共车人主动通报。另外，台积电也发布声明证实，12有3名员工确诊，其中包含新竹市的增加个案。台积电表示，已经考虑密切接触者做体检，目前超过200员工是阴性，相关检测会伫2天内完成，目前未影响公司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时间9点34分，全国的3级警戒从今日开始会当小看放令，全国的各县市防疫规矩伫头段开煞，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开记者会来听现场上新的说明。跟居家检疫期满前，都必须要执行 PCR 的检测。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这个采检安排，是由地方政府的卫生主管机关来做协助安排的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隔离在对象，如果居家隔离的对象或是居家检疫的对象，在期满前的1到3日，要安排这个专属的防疫相关的车辆，然后前往医院去做采检，那并确保在期满前可以取得这个检验的报告。那第3个是就实施的状况哈，我们在期满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动，在期满前呢，我们发现了透过这个采检的机制我们发现了4名居家隔离，14名的居家检疫者，这个阳转的这个确定病例哈。那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避免在居隔或居检的期满的这样的一个采检机制，可以避免 COVID-19 的病毒进入社区，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所以，请地方政府务必大家一起来努力合作哈。那县市政府也都表达了，这是一个大家一起来努力合作的一个重要措施哈。第3是有关于早上我们特别请卫福部的长照师就于疫情期间日照机构如何来进行执行，那会有颁布一个这个卫生福利机构，那包括社区型因应 COVID-19 防疫管理的指引。那我们今天早上特别将这个指引所列的一些规范，来跟地方政府先做一次说明。那征询地方的意见，
那确认之后呢，会在长照师他们会再做一个正式的公布正式的公布。那所以我今天的说明只是就今天上午征询大家意见的一些内容。第一个是适用的范围，然后这个日照社福机构适用的一个这个指引的适用范围，包括社区式的服务长照机构，含日间照顾、小规模的多功能机能的家庭托顾，附设于一般的护理之家、精神护理之家、老人福利机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日间照顾服务、身心障碍日间型的这个服务等等涵盖的这些面向，所以这个是一个适用的范围。第二个是服务条件，要分成几个了第一个是机构提供服务的条件，要先做到几件事，要做到3件第一个，整体的工作人员的疫苗施打率要达到80%，那方可提供服务。那依照长照师目前的统计目前全国22县市里面只剩下一个县市还没有达到这个80%，那其他县市都已经达到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二个是未接种疫苗接种第1剂疫苗未满14日者，提供服务前应于3日内检附这个 COVID-19 的抗原快筛阴性的证明或解除隔离的证明那在3级警戒期间呢，要配合每周的自费提供抗原快筛的阴性证明。第3点是地方政府应辅导辖内的机构依本指引提供服务，机构需填具检核表报地方政府备查，并配合后续的抽核。那第二个呢，是针对于服务对象或接受服务条件的部分这个是真的有2点。第一点是建议服务对象接种第1剂疫苗满14日后再前往接受服务。第二个是未接种疫苗的一样或是接种第1剂未满14日的，那必须接受服务前应该要提供3日内的抗原快筛的阴性证明或解除隔离的证明。那3级期间每周自费做抗原快筛的阴性证明。那第3个是对于自主防疫管理的措施，那分成是对于工作人员、服务对象，还有第2个是针对服务动线、分区空间、隔离空间。第3个是针对交通服务的管理，因为这个会有接送，那每车是以10个人为限，这个含司机的部分。那第4个是疑似确诊的应变措施，那这个涵盖几件事第一个是任一位工作人员或服务对象确定时，就要暂停这个服务。那暂停服务，第2个呢是暂停服务的时候要通报相关的主管机关，那要列册照册，那确实的配合疫调。第3个是要立即将已知的这个相关资讯通知确定的病例及可能有接触的人员，那等待卫生单位来配合做疫调跟联系。那最后一项呢是针对于地方政府疫调资料的调阅的部分，因为这个县市政府还是有县市政府在做关心那我有几件事，这个是这段时间我们跟地方政府之间所提供的一些服务。第一个，各地方政府如有确诊轨迹调阅的需求，可透过各区管中心向指挥中心的资讯组调阅，指挥中心的资讯组会尽速于1天内来做提供。第2个是资讯组已完成的个案轨迹乐区查询、简讯10连制疫调查询的功能，近日呢将会提供给地方政府直接由线上进行查询。至于简讯10连制仅供提供疫调为主，相关于查询均有记录及配套的机制来规范这个确保使用的范围。那第3个是以台北市为例，最近跟指挥中心调阅了将近有1000笔的资料，
除了提供资料，指挥中心资讯组也提供线上查询功能，并将和台北市资讯局来洽谈如何来做接接跟合作哈。那这个是就今天上午早上跟地方政府之间所做的一些说明跟报告。市长好，不好意思，想请教，因为昨天媒体人赵少康他有提到说，那个鸿海台积电采购 BNT 疫苗，那政府要求换掉复必泰标签，导致说成本变高，然后到货时间会晚4周，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指挥中心确认这件事。那另外对于慈济的事情，有传出他们在今日会签约，想说不知道这件事属实吗？然后他们跟鸿海台积电是不是？价格等等都一样呢？谢谢。有关于慈济的部分，我们就因为它已经有这个鸿海、永林跟台积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政府都一直在协助哈，所以这个机制会持续来协助慈济。那另外昨天行政院其实已经有说明得很清楚，这个有关于签约交货的这个方式。那从原厂直接直送台湾，那我想这样从原厂直送台湾的方式应该是最直接的啦。TVBS 提问，想要请教次长几个问题哦，包含的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混打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希望说是不是可以疫苗来做混打，那么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相应的对策？那再来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进入了微解封的时期，那么防疫照护假，现在有人就提出是不是应该要有薪的部分？那么这一边也有做出一些对策的管理吗？再来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国民党昨天有提出补件500万剂的 BNT 疫苗，想请问一下现在的进度，谢谢。那个部分我还没有看到详细的资讯哈，所以这个有关于国民党的采购，那就按照他所提的计划，那相关的计划的流程跟资讯的这个完备性，那我们会去做审视。那有关于防疫照顾假的部分劳动部是不是会去做一些因应跟调整？那我们会请劳动部来做一些研议。那混打的部分其实。在会中，其实指挥中心在多次的记者会上，那甚至在县市政府的会议里面也都有提到，大概都已经很多次的说明，然后那专家小组会持续研议，有充分的资讯完备，那也认为是可以的时候，就会自然会跟大家来做一些说明哈。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科学的证据，那在专家小组去做研议。长官早安，华视2题请教，就是我们与 BNT 采购的过程当中有传出上海复兴一度是要求台湾要提供台湾人的医疗记录，那请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CDC 这边有没有掌握？那另外就是驻德代表谢志伟谈及到与 BNT 交涉的过程当中，疾管署有一名隐藏工程。他这边是英文啦，那中文翻应该是玉成，如果有错的话再请纠正一下。那请问一下，这位女性公务员的角色是什么？那么针对这大使的感谢，她有什么样的感想吗？以上，谢谢。有关于采购这个相关的资讯，那在昨天行政院都已经说了哈，那其他没有的部分我们就不在这边提到哈。那另外有关于谢大使在脸书上所提的指挥中心 CDC 里的这位同仁，其实应该是在整个指挥中心里面各组，那每一个小螺丝都一起通力合作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同仁都在指挥中心里面非常的多。那我们也谢谢这些同仁，其实不分假日。那每一天都是从早上忙到晚上，很多同仁其实都是牺牲跟家人
相处的时间，一起来合作。主官早安，想请教一下关于台北市大王。头拄看到的是疫情指挥中心伫今日早起目前上新的记者会内容，带来地方的消息，咱来关心。为着要拼注射率，嘛要服务日时爱上班的民众，嘉义县政府即马按算要开20个至30个伫暗时的预防射注射站，要方便民众去注射。卫生局卫生所甲病院的医护人员招好准备要来注射的民众，为着要提升注预防射的速度，嘉义县准备要来提供暗时注疫苗的服务。因为晚上比较有时间啦，这样还蛮贴心的。这一次的唐凤政委的系统里面登录的乡亲，那这一波我们就预计来开放夜间的施打，那我们希望大家赶快去做登录。县政府表示，目前嘉义县有注预防射人数占14%以上，暗时注射的服务会当方便上班的民众。考虑到医护人员的安排，除了阿里山乡甲大埔乡以外，暂停各乡镇卫生所卖翠安的服务。基本上民众现在都去买一整盒的，就不会到卫生所来买。足侪人爱个所谓注射这动作，当然是上好的这动作啊。卫生局表示，翠安目前伫药局拢买有，但是庄脚有诚侪时大需要卫生所来协助注射登记，而且刷落来会当注射的所在嘛安排伫卫生所，希望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增加县内民众注射的数量。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从今开始，会当小看戒毒封锁，嘛开放国内旅游9个人以下会当出团。也毋过有高雄的旅游业者就表示讲，目前拢无啥人报名，原因可能是大部分的县市拢无开放餐厅会当伫内底食物件，影响民众的意愿。恁来要2个月，中央宣布旅游未解封，旅行业者早就准备好啊，只是大家敢真正敢出去耍？开放9人以下团体消息出来，高雄业者表示，目前也无听讲有人出团。知道有人推，但是就是这2天来也没有看到成团啦。即摆要去甲消费者招来，第一，伊的成本上悬嘛；第二，因为即摆你讲无熟的人要做伙出团，消费者伊的内心的感觉，伊嘛是会惊。其实，即摆网络顶已经出现3、4人至6人的旅行团，只是13以后的团体真少，嘛真少人定位。民众组团的意愿无悬。工会理事长表示，上重要的是因为即摆各地餐厅要是袂当内底食，景点人数嘛袂当超过40%，限制阁真济。民众若要出来耍，要是会甲厝内人家己塞车去。9个人在一块，虽然政府后来是开放了。但是业者呢，为了要做，也是要用大车，会比较让大家放心啊。这个成本无形中也比较高啦。叶热本地是旅游大月，未解封出团煞真困难。业者认为，要是着等完全开放，体检试剂、甲疫苗、甲普遍，旅游团才有可能成团。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真烧热，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若过头了后，对流嘛较旺，所以会落西北雨。明仔载会小可变天，因为水汽会变较济。西半部过头了后有西北雨，有的所在雨嘛较粗。这款天气会维持到后礼拜1。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